一年一度嘅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將會喺今個月底舉行。今年音樂節嘅陣容非常強勁，包括有香港代表楊千嬅、韓國代表 BigBang 嘅成員勝利、馬來西亞代表毛啟賢同埋日本代表將會係戒毒復出之後首次嚟香港嘅酒井法子等。陳慧敏呢日同許靖韻、周美欣、朱子瑤等年輕歌手出席音樂節嘅記招。去年澳門成立咗演藝人協會，會長就係小肥。原來陳慧敏依家都做緊副會長啊！慢慢都發覺都有好多澳門嘅演藝人開始都慢慢走向一個成熟嘅，即係可以揾到食嘅地步咁樣。不如咁啦，我哋真係一齊去組織一個會。許靖韻近日忙於應付考試同埋工作，捱到病不特止，仲影響個靚樣添啊！今朝起身都有啲擔心，因為可能琴日嘔得太勁啊，咁我呢啲位呢塊面係出晒好多紅點，咁我今朝化妝嘅時候，化妝師都見到，就幫我冚咗好多遮瑕上去。呢個音樂節將會係免費派飛，製作費高達1000萬，政府只會資助500萬元，其餘由主辦單位補貼。籌委會主席吳宇表示，佢哋要包辦埋勝利同12個隨行工作人員嘅機票食宿費用，受資金所限，唔可以請到成隊 BigBang 嚟演出啦。